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为了全力支持赖清德副总统来角逐党主席，到好巷无分界处，全部徛出来，包括曾经甲赖清德共同伫台南拍拼过的议员陈秋平、区丽丽、陈怡珍、甲林志等，以及连任的议员甲新当选的议员黄兆辉、朱正轩、周家伟、林依婷、甲陈黄宇等新人，嘛拢出面相挺。我们赖副总统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我是有跟过他，所以非常来佩服我们的赖副总统在担任市长那时候的对台南市的贡献，所以我本人一定是全力支持我们赖副总统竞选党主席能高票当选。支持我们的赖清德来竞选我们的党主席，看到的是我们台南市在赖清德市长时任的时候，许多的重大建设都让我们市民历历在目。那我们更期待更多的委员以及更多的这个民进党的所有的这个党公职都非常的支持我们的赖清德来角逐这样的党主席的工作。那我们更期待未来有他的带领之下，可以让我们台南市，让我们整体国家的防御安全以及整体的国家的党派的这个民进党的动向，能够更往良善的方向来去走。会中民进党团除了肯定赖清德自担任市长时，对看见未来到大步向前，为台南打下深厚的基础，相信嘛会带领民进党走向更较好的未来。看见未来大步向前，赖清德加油！看见未来大步向前，赖清德加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